灣區揾筍樓 ，Rocky 幫你手啊！今日咧 ，Rocky 就嚟到我哋中山最市中心嘅石岐區啦。咁咧，我身後呢個金鷹絳山花園咧，就係講緊香港人最受歡迎嘅一個小區啦。點解咁講咧？大家望一望我正前方，就係我哋華潤嘅萬象城商場啦。旁邊咧就係一個盒馬先生，跟住最高嗰隻咧係地標建築240米嘅一個雙子塔嚟嘅。咁呢個位置咧唔需要多講啦。佢嘅交通配置以及佢嘅商業配套咧，係成個中山嚟講都係最完善嘅。大家望翻呢張地圖啦，我哋咧呢個位置咧就係正式係興中道嘅地鐵站旁邊，講緊行路咧2分鐘就可以通達噶啦，正式係屋企嘅門口嘅。一路咧可以延長到我哋珠海以及我哋中山個城區，包括到我哋一個廣州嘅珠江新城嘅。咁有咗呢條交通線之後啦，無論係你往返大灣區以及翻到我哋香港都係非常之方便。喺樓下咧就有永東巴士一個香港嘅直通車。今次咧我哋金鷹絳山花園有個一口價單位出咗嚟啦，14,999蚊就可以攞得一間125方嘅一個戶型啦。事不宜遲，跟我 Rocky 嘅鏡頭入到佢嘅攞金牌嘅園林以及示範單位去望一望。嗱，而家 Rocky 咧就上到我哋124平方嘅3房2廁嘅單位啦。大家見到啦，3拆開嘅一個子母門啦。我哋呢間示範單位咧，其實都可以發售嘅。咁咧喺我哋6座同埋7座咧，仲有125方嘅戶型咧，都可以俾到大家揀嘅。大家見到啦，呢個景觀望出去咧，都係開揚嘅一個城市景觀啦。一個超大嘅露台，望晒我哋成一欄嘅中山市中心嘅配套，遠處咧都可以望翻到我哋五桂山嘅一個山景嘅。咁再嚟睇翻我哋休息空間啦。休息區咧都係做到3房嘅，同埋呢個客餐廳咧，佢係一個開放式嘅佈局啦。大家見到，咁呢邊咧係做咗一個細房嘅，包括一個廚房仔嘅一個設計啦，都可以擺到個榻榻米嘅房間，公區嘅洗手間，同埋咧呢個位置咧又係做咗一間榻榻米房嘅喎。咁入到我哋主人房咧就比較鬆動啲啦，係做到一個套廁嘅一個設計啦。大嘅一個咪霸床，整到一個衣櫃，兼且咧差唔多有1.2米嘅一個飄台喎，望到我哋城市景觀。因為呢個咧係4樓嘅單位，我都會插啲圖片落去咧，俾到觀眾睇到我哋今次嘅一口價嘅單位嘅一個裝修嘅情況啦。126方、133方，以及我哋大呢個 size 全部都有得揀。嗱，未收住啊！各位街坊，金鷹絳山花園 4.0 版本嘅港式裝修洋品間咧即將面世 ，Rocky 咧就揾咗一啲靚嘅相俾大家先睹為快。大家見到未啊？今次咧我哋全部採用咗一個簡約式嘅設計，同埋咧係一個港式嘅 feel 啊！中式合璧嘅一個客餐廳，以及咧我哋一個收納空間，全部係得到咗提升嘅。大家咧有意欲對我哋金鷹絳山花園嘅新洋品間有期待嘅咧，記得揾我 Rocky 攞資料喎。同埋咧，我哋好快就面世俾大家參觀噶啦。預計咧就係明年嘅年初就係可以同大家見面。大家咧好好欣賞下我哋今次嘅一個示範單位，以及咧我哋一個全新嘅升級版本。嗱，有意欲嘅記得聯絡我 Rocky 啦。咁呢個124平方嘅示範單位咧就帶大家參觀完噶啦。有興趣嘅朋友咧都可以私聊，因為呢個咧都可以發售嘅。今次大家私家具啊，仲有咧我哋7棟以及6棟咧有裝修以及無稀嘅貨源咧都可以俾大家揀嘅。嗱，對於金鷹絳山花園有意欲嘅朋友，私信聯絡我 Rocky，帶你親身過嚟睇樓。